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嚟下呢個頭腦魔像巨石呢個嘅實測。我會測5個陀螺嘅。好，我哋而家立刻開始。而家我哋第一個對象就係呢個通龍神劍。3、2、1，好。好慢你嘅跟人啊！靠！好似講咗啲抄筆意字。OK， 魔像巨石攞到1分。好，咁呢個係贏咗嘅。好，第二隻呢隻神戶魔龍，呢隻我都冇開箱過。3、2、1，好。哇！我係撞唔到出開啊！石頭表示唔通唔行，好輕力。鬧事。好，第二個陀，好，又係輕鬆贏嘅。好，第三個呢個鳳凰。3、2、1。呢個陀螺好低嘅啫，好低嘅啫呢個，咁都俾人擊爆，係咪有啲黑咧？好，隻狼啦，隻狼持久啲，所以我會 shoot 佢先 prepare。就是持久嘅對決。哇靠！又係呢個石頭啊！石頭嘅持久力，因為啱啱硬出咗啊嘛，所以多少少好正常。呢隻古蘭青龍，呢個應該古蘭黑龍子啊，因為有另一個版本，所以我叫黑龍。3、2、1。之後唔係好重啊！感覺係我哋嘅黑龍啊！好，我哋黑龍獲得持久勝利嘅。好，今次嘅實測就完畢啦，拜拜。